看到有人进来吗？在肉了是吧？他那边写有没有观众1、2个了？还没有啊？躺啊！哇，今天又来了吃爽爽。今天禮拜天是嘛？哇，禮拜天啊，有局冇局，全同禮拜六嘅。突然間想做個直播，就做咯，觀眾要求。來，跟我的粉絲打招呼一下 ，hello，hello， 啊，這是我的徒弟的媽媽，我的羅一灣的媽媽，啊，羅一灣的表妹，羅金富啊，康喜玻璃，哎，大家入嚟啦，大家進來 share 出去，基本上很特別的，在吃爽爽直播，好來，看看我的朋友啊。基本上很多朋友哦，啊，又是我朋友，哎呀，你要福語，哈哈，樣樣有吸收，哈哈，這裡也是我朋友。我跟你講，今天為了我們新山下的2位朋友，我在這裡做直播，阿汪、阿何亮，跟你妹啊，跟你妹介紹啦。今天特別開心，全場滿座啊！過去那個，謝謝 ，Happy birthday！ 今晚上無醉不歸，來跟我走。啊，我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吃好给了钱的，是爽爽，爽爽。来，今天谢啊，今天谢啊。OK 啦，变红了啦，对吧 ？OK， 谢啊。老板不发达的奖。这个弹琴的美女呢？我上2个禮拜來認識她的，叫 Cindy， 很厲害。她彈琴我說愛，我上去給她彈琴說愛 ，OK， 掌聲鼓勵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good evening. A round of applause, 掌聲鼓勵。OK， 有拍掌的，等下不用加鐘，可以直接下到11點。OK， 謝謝大家支持我們的請爽爽。來介紹我們的這個琴師啊，琴手師啊，唔係琴手，打琴師。Cindy， 來。在这里唱几首歌，等一下我去那边，我自己唱啊。现在我要唱一首叫做，这首歌是刘家昌的杰作，名字叫做《梅兰梅兰我爱你》，我基本上改了 ，Cindy 我爱你 ，OK， 来，离不了，撕开来，撕開表姐，試一試，你哋更加中意。
锣鼓先。啊，锣鼓啊，对。梅兰，我爱你，你像兰花的招人迷，你像梅花的年年绿，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，梅兰，我爱你，你像兰花的招人迷，你像梅花的年年绿。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，我要永远地爱护你，因为你梅兰有记性，我要永远地伴着你，今生今世在一起。喂，梅兰，I love you， 你像兰花的出了油，你像梅花的年年绿，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。Solo please， yeah， bro， thank you very much， yeah， thank you brother， all of you，happy tonight。心里的我爱你，你像Brandy的招人迷，你像Angus的年年绿，看到了欧高就想到你，心里 I love you， 你像Brandy的招人迷，你像Brandy的年年绿，看到了哈尔滨又想到你。我要永远地爱护你，你没有老公的更可以。我要永远地伴着你，今生今世又在一起。心里，我爱你，你像那兰花的招人迷，你像梅花的年绿，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，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，看完了，看到了心底 ，Oh my darling， 心里我想到你。把朋友准备过来，来鼓励 ，Thank you， 喂，多谢，谢谢大家，哇，高兴的。这个心理上有天才的，很有天分，有机会提拔来做歌星，但是你要陪瞓嘅喎，陪我瞓，你陪我瞓就會紅嘅喎，要訓練嘅，訓字嚟練嘅啫噃，練咗咧你就一炮而紅噶啦，呢一炮好犀利嘅，一炮就而紅，我睇多數嘅。我杀不成嘞 ，OK 吗？现在大约的东西哦，剧啊，OK。这个是齐秦的歌来的，这个版权很不敢交往了，但是自弹自唱没有所谓 ，OK。剧啊，快点，快，连不上。来 ，very good， 来，我干一杯。我先唱点华语的先 ，OK 啊。这首歌太好，大约在冬季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心里，你别为负气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中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大雨，我在风雨之中恋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
现的温馨的，不是在此刻，不是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听到他们了，都不想开场，因为吃东西爽啊，是爽爽啊。 講嘢條路，然後俾你過嚟做。大家好，喂！從前愛滿地淚，從遙飄到炊煙泱泱途中，做工一條蟲，放工一條龍，麻雀通宵愛上一來鋪。旺財來臨啊，忙地結恢復，愛情是馬標講一種，唔要講愛強。 嘴條眼濛濛，生意過兩招把兩條做。流淚風流日子裏，唔要氹氹啊來都來用。路街羅線日子裏，往前再講到了流通。一條是貌美好眼光，從前有家人有找不通。往日一條龍。 變了可憐中，毛里公家公到外跳舞，往日一條路啊，變了可憐中，毛里公家公到外跳舞。咁啊 ，fans 幾好啊！我聽你啊，我聽，研究啊，是酒肉穿腸過，佛祖心中坐。男人唔飲酒，缺少女朋友，一杯接一杯，大把契家婆追，掌聲過來！ 來用，那不該落是日子裏，我現在把它流通。你就是貌美好眼光，同朋友家人又爭不同。往日一條龍，變了可憐蟲，貌美當家公到外跳風。往日一條龍，變了可憐蟲，貌美當家公到外跳風。 往日一條龍，變了可憐蟲，貌美當家公到我。我講 post 哥，哇！啊，你不會 post 是吧？啊，你不會 post 啊？貌美當家公到我。post 哥停下來。 貌美當家公到我，跳舞。謝謝大家，謝謝支持我們吃爽爽，謝謝。雖然今天老闆不在，老闆能代表，謝謝大家。 哇，今天真滿座，如果沒有下雨，全部爆滿了。好了，謝謝Cindy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， all good 啊。OK，我下去那邊跟我的好朋友唱幾首歌一下。我今天有個928路來的朋友，在928路算是歌王了啊，我不知道是哪裡王了，歌王是臉王王，我不知道。來，謝謝你 ，Thank you。謝謝我們今晚的特別嘉賓，謝謝。來 ，Hello， 我們回去我的崗位一下。點一日都冇問題，那個野生係，大家送咁多 ，OK。 大家飲晒，飲晒。我加咪加少少啦。加，少少好喎，加。好啊！
數邊緣嘅媽當面糊糊，咪拍手貴啊！我係勁一票嘅啊！哎，六，sorry。喂，现在没有下雨了，雨过天晴。有2个地方美了，一个是 Love， 一个是Burn。我们去那边了，因为我们全部 fans 在前面，我差不多有3、4个 fans 在那边。直播到10点 ，OK， 走。OK， 我set好了。要跳起来啊！哎，朋友，嗨，大家好，刚刚来的，吃点吃，不用钱的，我打1、2次。买多一点啊！多一点。看一下，你几点来的？8点到10，还有2个小时呢。这里进场是2个小时，68块。如果你要加40啊，讲我的名字不用加 ，OK？ 加到麻将。哎，谢谢你。讲我的名字张少林，不用加。哦，加。OK， 这2位928路人朋友。哈哈，这个阿翁呢？这个沙鸡肠，他叫我做代言人，我说我通常是3万的了，讲1万可以吗？1亿，1亿成交，谢谢，降3高，降3高，降3高，但是要高的地方还会高，要低要起就起啊！就像我现在928路歌王啊，流量。看3首歌，好，可以吗？掌声响起了，好了，还有谁讲？姐姐唱一首歌，你赶快清唱了，很厉害了。这个嘻哈嘛，你要風雨，日有公開 ，OK， 日有收，有公開，我哋大合唱。家族都為個姓嘛，千有萬里，先將我哋剪掉 ，OK？ 請問你們有人加嗎？來，我關先，OK。還有，6，太水咯，遠睇咧就好似林青霞。遠啲，林青霞，近睇，接審電下，有聲過嚟，嗰個叫欣宜，深圳嗰啲欣宜進入最優聲，所以下邊啊，橫掂啲裝咁多，食得好嘥，人商，假如喺我講嘢，有乜嘢啊？我幾耐冇搏命去入去影個相。係1、2、3。睇到我心喐喐真係。阿啲啊，我徒弟阿媽。因為呢，我們家後狂啊嘛，後狂中COVID-19對吧？你講啊，除了長天吃，你中啊 COVID-19啊，你想自殺的嘛？所以要小心點手，小心。要使防中案，唔同呢嘛，唔同咧，人中為總要死一次。OK。好啦，我上去直播幾首歌咁咯。OK。林太咧。
我睇唔到我自己唔得。啊！誒掉唔到，呢擺掉唔到啊！呢擺，呢擺掉乜嘢咧？啊 ！yes，擺呢度。啊！睇兩個人冇，靚冇？哇！靚啊！直少少嚟，相機。唔係擺話啊！靚啊！呼哈呼哈呼！哇！800幾個人睇喎！喂，劉嘉玲，劉秀珍，謝謝啊，謝謝。喂，要。Sandrine 江，劉秀珍，哇老何平亮，哎，何平亮没有自己，何平亮，阿哥，哇，雨过天晴啊，真的凉爽的。郭伟浩，郭伟浩。安娜庄香，安娜庄 ，Roy， 安娜庄，你看老爸今天状态一流啊，昂哥夫，阿曼没有来，满今晚上 ，K B， 好嘢，好嘢，終於接棒你呢？我接棒呢，你有嚟對，哇，亮相一下。我跟你講，這是我御用的導演，我除了錄霸那一季啊，下來的 MTV 就是阿平叔、阿 Aloysius， 哇一流啊！今天呢，我特地請他兩父子來這裡，阿 Roy OK， 買一個來這裡吃爽，他沒有想到人好啊，真的，哎，阿曼好心好報啊，條獎9887啊，前面還寫到條標啊，掌聲鼓勵。拋馬你喺多拋馬哦，9887。啊，鄭業安9887，因為中咗條標。如果係撐到票先，叫咩先還青橋？撐冇問題。結果聽人講多落嚟，落水冇相關，而冇落水咧，哇！按照小灣子打咗落嚟，哇！廖天橋啊，哇！一流啊！好靚。看你唔多啦，中量橋錢啊，4000幾，4000幾，還有3000幾，啊，對。OK， 在這裡做直播很涼爽，雨過天晴，環境優美，空氣非常優美啊！但是那個歌手很大聲哦，不要緊，我唱我的，我戴耳機現在，戴耳機，我戴耳機啊！哇，今晚上看到我特別靚仔喂。阿曼，卡巴，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啊，这耳机是我的开车，阿曼送给我的，一流啊，一流啊！为什么我要做直播？因为 Facebook 限我2个禮拜，每2個禮拜要做4個小時直播。哎那，Okay, yeah. Hello, check. Hello, check. Hello. Okay. 哇，哎，怎么cartoon声呢 ？Hello, all right, perfect. 很多粉絲要進來了，粉絲阿豪仔嚟啊！唔睇全部 fans 行前嚟又唔敢上鏡。阿豪咧，阿豪，咪豪哥唔使驚豪哥。OK， 驚2份。啊，女温，未，一陣間我叫我徒弟喺度客串。OK， 首先自己唱首歌先啦。你要睇下唱咩歌仔先。省都冇錯。睇啱唔啱先嚇？我 fans 啊，側邊嗰度影相，好大聲啊！我叫佢細聲啲。阿豪，阿三號叫佢細聲啲。行前去，直頭行前去，好大聲。阿平都開嘢細聲。嘅。喂，好啦，你看我兩個手，雪爽啊 ，OK， 有首歌雪爽。
雪爽爽了。喂，爽，切切來個雪爽爽，然越來也會雪爽爽。啊，切切，上來，你話雪爽爽。表妹，謝表妹。係啊，爽啊！雪爽爽 ，All right， 这个雪爽爽老板呢很疼我凡是我来呢，我不用收门票的，我跟他宣传嘛，他应该给钱我，对不对？啱唔啱啊？嗱，要推喺60送你10年 free 啊，過去冇啊，咪 free 咯，啱冇？係 FOC 啊 ，free of charge。OK， 这礼拜天每个人没有去哪里啊？在看我啊！削出去，削到1000个人为止就完。啊，你看我的状态极好。我星期几啊？星期4哦，我去做那个 Zoom， 哇，唱12首歌，又弹吉他，又吹笛子，又讲笑话，不错。那个平台不错，叫做 Zoom， 下次有机会做啊，大家进来买票，50块罢了。OK， 来了 ，All right， 唱一首歌，来，轻轻的爱啊，轻轻的爱啊。如果中版权我没有办法了，阿爽，我本身的音乐人。亲切喂，我一心，行嘅牽手來到去，將婚姻提得永遠不分離，這個發誓心不移的結連理。喂，分手，望個分手嘅逃離，淋雪花你好啊，人相思偏啊很難移。也最賣人知，過去的唔想提，每日都想到你。因此你愛深深愛你，我親口講你的。No music 啊？沒有理由啊。哦 ，music 比較小。Sorry 啊。哦，沒有插下去。導演，沒有插下去，不要緊，我們再來一個。沒有助手是這樣的了。你看到龍馬，好不好？有龍。對落去，睇啲。OK。OK， 原來那個鐘沒有插進去。難忘2年什麼事？現在有營業嗎？很開心，行牽手來到去，將婚姻提得永遠不分離，這個發誓心不移的結連理。All right， 變心，望到分手嘅拋離，為愛傷心。人相思偏很難移，也最賣人知。那過去的唔想你，今日都想到你。人是你，愛深深愛你，親口講你。就是嘅 ，Yes，good and ada musik. Terima kasih.難忘兩相愛每日都關意，愛開心，行
他跟人生来注意。好兄弟，他将婚姻的永远不分离，别跟他发生新婚姻的结连你啊好歌啊好歌，伊他变心，某个不就给头里爱伤心，啊人生是两个男儿，呀呀对啊好啊你呀嘛嘿，过去都不相离，每日都想到你，因此你爱轻轻爱你，轻轻讲你，靓仔啊，你个，你两爽啊，阿太，难忘记让你想的每度欢喜，啊你开心。天手来回家，啊！你电话，谈将婚姻皮的永远不分离，且我那百事心不意结连理，哈卡喽 ，OK 冇？他变心，某个不就点头以为爱伤心了，啊！人相思两个男儿，呀呀对，啊老婆你，老婆你。相思阿曼，每日都想到你，因此你爱轻轻爱你，轻轻说你阿哥，thank you， 掌聲鼓勵。哇吼，哇呀！原來做直播，鼓勵人，又來鼓勵人，阿 Kim Tan Kelly。歡迎歡迎，普利王、福商業、林雪華、K 冇問題 ，K 李林、家居丟，哇，好夾嘅，蔡順祥、福商業、阿富，OK。其實做直播唔係咁簡單，要揀地方，咩啊？而出播也見佢都落水啊，幾條波，每日都落水，而家6點2落水，落水冇乜嘢啊！阿強 ，PKT 阿強在哪度？阿強阿來阿強 ，OK， 你有些啊來，我介紹一下 ，OK， 剛才我的情詩，琴詩啊，唔係琴手詩啊，Cindy 啊 ，Cindy， 啊，做咩嚓嚓聲㗎？係咪塞咗啊？呢個我想講，做咩你女孩子要戴帽嘅？Why？ 美啊，戴帽會美咩？你找不到戴套啊？戴套是哪一次？我們清唱一首歌。等一下，為什麼它啪啪叫啊？為什麼？等一下啊！不管它了。OK， 來，我們清唱啊。無言的結局是怎麼唱啊？無言的結局。等。我要set麥，我沒有set到麥啊，傻的我。麥在這裡。Hello。我剛才沒有用麥唱哦。OK 啊，我都亂掉了。我剛才還沒有插掉線啊，導演。做咩冇音樂嘅？我唔知。原來一個窿冇插到啊！呢個窿好犀利㗎，呢個窿。怎麼上去了？清唱。Hello， 等，Hello， 等，我可以大點了，大聲點來，請你。有啊，有聲音，有，你唱，我忘記了。啊，但我要如何有張夢？我怎麼什麼 key 來的？亂了呢？我們兩個都沒有註冊，一定亂了。再來過。再來過。
无言的结了局，让那回忆淡淡而去。若要是一天我离开你，让你离开你，脸上不会有泪滴，没有声音啊，没有声音。那里没有声音？是我。Hello， 别，哎呀，没有助手是这样的。有啊，有没有声音？阿满有声音吗？阿信有声音吗？但我你让有泪滴，但我要如何能停止再一次想你？很小声。哦，很小声，好令欣赏，很领小声。我怎么能够埋藏一切回忆啊？让我再看看你，在我所爱你，别将你的帽子脱去。到你。我当什么？我已经忘记了歌词。忘记了啊，没有办法咯。没有声音，没有。有，其实你没有戴耳机吗？其实一人戴一边。讲没有。他没有，没你没有。又有。没你们成。你很大声，我很小声。我是男的，你大的嘛。那你有没有声音啊？有一天我的声音有没有？塞错洞。什么叫塞错洞？你有吗？Hello。啊，有没有？好像没有啊。你阿爷啊，什么？换你，这地给我，没有理由的嘛。Hello， 经理。哎呦。啊，这有啊。哪里没有声音 ？Hello， 是哦，这里是没有声音哦。阿满，这里没有声音，难怪我没跟你讲。不要紧，我们歇一下。啊，不用听。Hello， 我没有听啊。你还有什么会唱的歌吗？等一下，我去拿。查甫人，哇，跑跳了。查甫人的情，为了爱我一生。这种耳机怎么突然间会一边没有声音的？阿满，你是否了要買過隻線的咯？導演呢條線插入啲睇下，好似插唔。而家有，原來插唔夠深，啊 ，sorry。你啊，入鏡啦！喺我哋馬來西亞吉隆坡咧，最高嗰個女仔就係佢啦。係啦，係我。嗱，最高啊！Cindy， 我跟你講，剛才那個洞啊，插得不夠深。哦，有點插錯洞。你看現在有沒有聲音？我們歇一下，有沒有？對，一樣的。有嗎？來經典，沒有 SOP 的我們。有沒有？什麼歌詞來的？難兄難弟啊，沒有音樂的哦。怎麼樣？情人，怎麼樣？情人。哇，咩啊？啊，情人難如做戲。啊，情人啊，如做戲，又真心假意地。啊，從前如夢虛，太多啲不堪記。啊，到你。無人能做到這一生都趣味，悲喜上換轉，有一些都有美。青春真唏噓事，只想情緣能共永。再嚟一次，善地難忘記，我一心痴醉地。為何難共對？太傷心皆因你。談情原是美，兩相依相靠地。情緣難順意，有一些不應記。
我的永默契一路啊！真心讓年月晶，冇月光喎，今日可惜。你阿爺啊，落雨邊有月光。哎，有啊有啊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你月光就喺呢度啊！哎，有做咩合唱嘅歌啊？先嚟，嚟啊，隨便啊，我哋玩下啦，係啊。今朝辛苦到依家，囉囉攣真怕怕，家下乜嘢都假，應該係食爽爽噶啦，嚇？佢啊？呢度都冇聲。冇，佢冇聲冇聲啊！我哋清唱啊，冇版權啊，唱咩歌都得。你唱什麼我都跟你。真的，我可以跟你的。你可以清唱什麼歌？因為愛情。如果我真的不會，你這樣，我跟不到你。不要。哎，你會唱？我是一隻小小鳥，對不對？啊，那個怎麼唱？你唱啊！你唱，我跟住你。我係一隻小小鳥，想啊飛啊飛啊飛，阿文飛唔高。小鳥不見了。沒有，第二節啦，前面寫。你小鳥不見了。你會唱嗎？問題是。我會啊。OK， 來。只會開這樣高啊。OK， 啊，你放低音點，來開始造船的妹妹九雲松。那是男孩子的名字。造船的妹妹九咩啊？九雲，我們還有男，你又知道男孩子名字九雲松。九塊錢 ，OK， 九塊錢，來，你點啊？第一句怎麼唱？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一隻小小鳥，謝謝雕。想要飛，卻怎麼樣也飛不高。起不了了。也許有一天我繫上了枝頭，就成為獵人的目標。我飛上了青天，才發現自己從此無依無靠。無依無靠 ，OK。每次到夜深人靜的時候，我總是睡不着。你睡不着，打電話給我 ，OK。我懷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沒有變得更好？哦，明天那個COVID-19又2000多了咯。未來會怎樣？究竟有誰會知道？幸福是否只是一種傳說？我永遠都找不到。我是一隻小小鳥，想要飛呀飛，也給我看唔到。我尋尋覓覓，一個溫暖的懷抱，這樣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我是一隻小鳥，想要飛呀飛，飛呀飛不高。我尋尋覓覓，一個溫暖的懷抱，這樣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掌聲鼓勵，掌聲！等一下我找聲鼓勵 ，OK。哇，難得你在這裡，真的。你看，我加油，上個人幾多人，你知道嗎？今晚上，跑出去加油，700多個人，這裡才200多個，今晚上這裡坐滿才200多，哎，再削出去到1000個可以嗎？給我的心底這樣，是吧？我的心底就太好了，可以溜。怎麼跑不掉？阿曼，人，阿姑父，阿曼，明峰，來，我們唱多一首歌，反正你休息嘛，現在，我剛才幫你3首呢，多一首，為什麼？哦，叫他們來，我要做1個半小時，你放心。哎，很難得，我要拿時間。這個Facebook啊，
他限我2个礼拜要做4个小时，我基本上做2个小时，再做那个事就满了了。来，我选一首。哦，请唱什么歌的？没有版权的，你放心。还有第2场啊？还有第2场啊？哎，老板是我吗？我是大老板啊！不用怕，兄弟不用怕。特别的爱啊！哇 ，OK， 可以，我会唱口的。来，这首一首歌叫《特别的爱》的，也特别 special love give you special。OK， now no music 啊 ，no music no copyright。OK， 放大一点看，准大 OK。没有承诺，没有承诺，哦，这被你抓得更紧，没有人，我的世界一下个不停。我付出一生的时间，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，拥抱你。特别的爱，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眼睛。特别的爱，也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哎，我唱高音，再来过1、2、3。特别的爱，也特别的你，我的爱拥有你的眼睛。特别的爱，也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我不相信我自己会跟18岁女孩子唱歌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我们舍不得你啊，我真的舍不得你啊。说说你的承诺太深。突然了。哎，你还有下一场是吧？OK， 没有，不要紧，慢点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我们 OK， COVID-19， 谢谢你。COVID-19啊，这个。是。还你，不要插错。哎，这个有传染哦，耳朵会传染的。OK 啊。拜拜。OK， 现在我要请一位，现在我要请一位进来啊。他是今晚上特地从Johor Bahru来捧这个吃爽爽。哎，张少林，这个吃爽爽真的有这样便宜吗？68块，尽量喝，尽量饮。当然啦，你给钱就可以了啊，你不给钱就不可以了。好了，我带多2个朋友，3个人，哇，3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 ，OK， 我的耳机掉了，来，马上请到他曾经啊，歌唱比赛啊，他100场里面呢，他有50场是拿安慰奖。20场是拿入围奖，然后其他的就是优秀奖啦、第3名、第2名啦。很可惜他从来没有拿过冠军，为什么？他偏偏遇到那个王一飞啊、张学忠啊、刘艳艳啊，那个都高手来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跟他们一起参加，包死的。因为评判员呢是先入为主，我跟你讲，他一看到张学忠冠军、冠中冠啊，李艳萍冠中冠，刘艳艳哇1999年参加 Astro 跑去香港还有遇到那个女的叫什么赖冰霞。除了赖冰霞，还有个人妹妹叫赖冰红，你看都是高手。OK， 后来呢，你知道吗？后来遇到了，后来还有一个叫朱敬璇的，你不要看那个朱敬璇也很厉害，好高的厉害啊！跟你讲，葉子楣上嚟唱啊，出來就葉子楣。好 ，OK， 馬上請到何亮上來，來，掌聲鼓勵何亮，何亮。掌聲，謝謝。OK， 來 ，OK， 等下我們 OK 也好了，這樣也不錯啊。謝謝我們的你講話我找歌一下。台曲你說50次入圍獎，50次安慰獎。
你拿住这样指一下，何亮。啊 OK， 你拿住这个指一下。换耳朵 ，OK， 换耳朵，你这个给我，这个给你。OK， 交换一下。换老婆，我都红的，换老婆我都知道有，换耳朵的有了吗？换耳机可以吗？可以，你的洞刚刚好吗？对，刚刚好。你拿着这个，我去找歌。掌声响起。谢谢我们的少国的抬举哈。不要抬举。感谢。这首歌我特地跟秦勇去拿，他说少哥没有版权的放心，因为这个音乐是香港的嘛。我看看掌声响起啊，92是吧？92。OK， 我要找92，没有变啊，没有就变我们的清唱了。真的，你清唱一首歌可以吗？清唱。我往哪里去呀？才能找到自己？过去已成回忆，我迷失在痛苦里。谢谢，我找到自己。谢谢我们的少哥。我还没有唱完。对。我往哪里去，才能找到了心底？你去那个赤双双，心底一定在哪里？到我了。我才不要彷徨痴迷。时间不多了，赵哥。不，还有一两位的特别嘉宾。没有。OK。我才不要安然无恙我找到失落的心。没有了，我认行不是的心底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谢谢何亮，哇，又来捧我们是爽的唱，然后又跟我客唱一首歌啊。我最近呢收了个徒弟啊，这个徒弟啊，他不是很聪明，他说他不认识字，我都不小心哦，大概是口味来电了 ，OK， 小文，不用怕 ，All right， 王玉华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我的分析一下，王玉华，哇，这个名字不会跳了的，不管他。色红路教授来的呢，沙瓦星，我去客家叫喎，唔緊要記得唱下徒弟羅一灣上來，羅一灣 ，OK 啊，羅一灣一陣義工，來，掌聲歡迎羅一灣，羅一灣，你帶義工啊。食人腰餅義工，打擊的喎，等陣啊！打擊你都知道。幫你做啊！係啊。義工咩屁公龍？義工。我屁股啊！咩屁公龍？我眼用啊！義工啊！你聽到講話冇？自家。聽到 ，OK，very good。你聽到自己講話？唔換咧，都係。唔換啊？仲做咩？而家要變起人用咯。迄兩邊後連爽，嗱，兩邊咩嘢？啲後爽嚟嘅。唔數咧。係啊，一人一半，敢整背山；一人一首歌，敢整只會歌。當然迄有兩搖唱嘛。愛太上笑，你好開心切的吃。馬上講。你給我愛啊！給我你聽嘛？啊，你笑，我跟你後尾 ，OK。啊，講完戲了，做到邊？哎呀，點啊，忘記唔是事啊！啊，講完了，講完呢條線。啊，講完就是講完就是 OK。如果唔是事嘅，如果唔是事，啊，講完就是哎。而家是客家語有少，記得好，10月，
客家語一條線，客家語一條線。OK， 好，寫嘅，怎麼樣？寫嘅 ，OK， 我兩師傅寫嘅，你睇下收個聲，係啦，講翻嗰啲攞一萬來啦。 大車熱炸，天中客家言，要硬正硬闊輕多要輕天，我滿滿錢，睇下客家言，做之後合作後謝天。為了我遠遠，還要遠大遠遠，發揚客家文化愛行善。 代表望見用情，愛上聽後響聽，發揚客家來條聲。全世界要千萬萬客家言，做太過要名要團結，我們活在驕傲嘅客家言。 多謝老倫會頭先，師傅的師傅啊，係啊，太謝老倫有錢，太謝老倫有錢嗎？客家言，客家言，咩蝦喎呀？知道啊？我要高年，客家咩嘛？客家咩嘛？基本上用過講，我記得，快車接站。 中客家言，做太過苗條要名少斷啲。當然，我歡迎前太假客家言，做事後合作後謝天。回條幫來，回條幫千元，還要錢打千元，發揚客家文化愛行善，回條幫。 向前來上天後向前，發揚客家愛來買條線。全世界要千萬萬客家言，做太過要條要名少斷啲，愛多一扎了鬧嘅客家言，做細嘅老做一條線，大板。 為了我千元，還要錢打千元，發揚客家文化愛行善。為了我英雄氣，來上聽後響聽，發揚客家愛來帶條聲。哎呀，全世界有千萬萬客家言，做太官有條有名條。 愛多一扎，要鬧嘅客家言，太謝老倫做一條線。一條線，一個。應哥姐講，我意思，應哥再來一拜咯。再來一場啊！係啊，人老婆應哥你都冇搞 ，OK？ 我眼中啊。啊，我哋應哥的，整個人老婆應哥2-3拜，你們試？沒有試嘅辛苦啲咯。要試啊，辛苦啲。咩聽佢講？囂生啫，囂生啊！老師講啦，誒，你老婆亮相啊，是嘛？請你老婆出嚟看下先。哦，老婆，過來看得出相貌。佢敢唔敢來啦？啊來，嚟，哎呀，來冤老婆，哇老，我老誒，原來啊，古人有一句話是好花插在牛糞上。哎啊 ，sorry，我徒弟的老婆什麼名字啊？
Vivian 啊 ，Vivian， 會得 Vivian 好靚啊，好靚嘅好身材啊，對啊，來看啊 Vivian 啊，我想你進來一點，不用怕進來的。你們有孩子嗎？有啊，有9個、7個，沒有，我就1個是嗎？2個。哦，2個，結婚幾年2集哦？10年哦。10年2集，你唔得啦你老婆交俾我啦，你攞呢都要，哎 ，sorry。哎，講錯，2個，一個男一女啊？2個女啊？你同我一樣嘅哦，冇男仔喎，全部係哇，全部作群啊噃，冇相關啦。香港有男仔啊，沙拍款啊，翻禿啊，係冇？馬家打到死你都假啱冇？香港你最好啦，真嘅，你報紙見得賣嘛？最近要捉到一隻，哇！喺度檢條啊！喂，冇亂講話，定係落夾唔係響講噶嘛，係冇講人名嘛，落買夾啫，落夾，係昆魚。哇！點解要700幾隻嘢昆魚啊？謝謝你啊！基本上下雨天你要小心。我跟你講，羅一萬今晚吃很多蝦，男人吃很多蝦，他很夠力的。你識好多下工㗎嘛？我係冇按咩邊架識嘛？你咩邊架識？要按號冇？我係冇聽話識2條啫。2條，識2條。你按後上啊，1條都好厲害咯。多有真係衝唔到過。OK。誒，衝多一少誒，三個冇錯啊。客家語就衝嚟啊。只真係衝客家語又寫咩啊？咩啊？人間有責報青天。你乜講了？聽下前歌咋？人生套路係點啊？要扮劇喎，唱唔到喎。你乜唱？前啊！前啊！客家語係有料嘅。客家語係有料。客家語係有料啊！我說講，你點解？古來邊？你點解 ？OK。客家語係有料嘅。已經到年生要10年啦。係喎，係要扮劇啊。OK。來啦，唔識講。客家語係有料。愛係愛太上笑，愛好開心切點自豪。客家語係有料。古來變金條，唔怕為本人笑，愛用就算我該獨茂，天作要勤勞學祖先，客家人係有料，你戇有啦，愛老闆呀來有東條，愛讓我世界來唔好老。天道愛當磨練，辛苦愛當一笑，愛老闆呀來要同條，2杯來要格格調調，我驕傲，客家語係有料，係有料。好嘢！客家語係有料，愛係愛太上笑，喜好開心切點自豪，客家語係有料，殺古來變金條，唔怕為本人笑，愛講就算我擘開你腦毛。天作要勤勞學祖先，唱出條氣創草。愛老闆呀來要用條，愛讓我世界來唔好老。天道愛當磨練，辛苦愛對你
老，世界轮效老。立功要志同来目标，客家熱血有料，有料，有料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哎，一招啦，咩都未落，咩啊？咩都未。再幾叫啊，其實啊，後叫啊，係再就班總條啊，你啊，係啊 ，OK， 哇，迄兩隻十二公都靚咯，一隻十二公好簡單事，一隻一半，一人一半高俊興，少林是你兄弟，中5、6、9、7。哇！誒，女方係中叫887哦。我到我炒埋去圖表望埋。嘿啊，9567啊，舊眼連冠啊，967。後生係中話硬嘅叫887，987中兩叫。誒，即係中兩叫先啦。跑馬，而家跑馬係咩叫887條表？笨七，9887，笨撚七，笨97。買兩條錢啫。OK， 見到潛在幾多年前啊？應該60年前咧，我後朋友車講啊，謝講啊，謝撚晒啊，謝晒。但係人哋謝喎，仲好撚骨喎而家佢。哦，阿仙兒唱歌好大聲啊！啊，人走晒啦，唔得咁大聲啊嘛，細聲啲就嚟。來，掌聲歡迎謝江，謝江進來。OK， 謝江。張少林你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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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往事還能回味。這謝江啊，你，老人家撞聾嘛就。不是闖龍啊！你會撞聾你？不會，我不會撞龍的。人還有700多個人今晚上。對呀，還不錯。哎，很不錯了咯。哦。很多直播的54個人罷了。對，現在我們是在第二次爽爽，第一次。我們的打光都有整800個人了，到香港、美國都有，看一下。姚志強，KS6，最啲咧，最啲睇，最啲。哎，喝酒杯最喝來做乜鬼？對呀，對不對？你看，我們杯子含在手裏，怎麼會對呢？來，朋友來乾一杯啊！盡量來聯絡伊嘛些。無論有啥物困難，袂通解決的問題，暫時莫小遐多，酒醉唔知天涯地。看開人生的一切啊，福建哥啊，福建話，1、2、3，看開人生的一切。混啦，涼嘛，混你嘛，乾一杯啊！哎，以前我孫家不是講不直講啊，射一嘴，不直講是什麼來的？射一嘴，想快點啊！射一嘴不直講哦。啊，不直講啦。那時候也是我的師傅來的，他是這個偏門師傅，昂貝走了咯。對，昂貝不直講啊，不直講，因為他開12字嘛。哦，開12字，他那個抓那個什麼炮哎，馬雞啊，這樣子對不對？哦，他就出那個口語咯。不直講啊，不直講啊，你要猜是什麼字這樣子？炮來了，大炮嘛，不直講。哎，其實不直講福建話，我哋不直講啊，客家話大炮死炮幾多？不直講啊，不直講啊，嚟，咱講佢念一嘴啊。念一嘴，念了個再添啊，添了個再念。哎咯，哎呀，其實我覺得做直播在外面啊，會比家裡比較生動，比較輕鬆。我家裡一個人啊，馬該棍都冇，連棍一條。因為你
现在在外面做呢，就说场面不错，对不对？那在外面做呢，我们可以打成一片，很有在家里呢很孤独的，而且人家跟你聊天，什么东西就放上网，是，一下都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现在我们最新鲜都还看到我们的亿万的老婆，不是老婆啦，小妹妹。小妹妹。哎，今晚上真的我今晚来的是时候，虽然下大雨，现在雨又停了咯，雨过天晴啊，雨过天晴咯，是吧？对不对？雨又疼你，万字又疼你。万字。哎呀，小小的是吧？小小的财气人终歸總會中一次。我買了20多期沒有中啊，一期是50多塊啦，一個是2塊，終於給我中到今天啊，9887頭獎這個跑馬的。跑馬的啦，跑馬2塊錢中了2塊錢也好嘛，4000多塊，對不對？啊，今晚上我請我朋友不到1000塊啦，所以好心有好報。咦，我聽說4000多塊，你修車差不多去了2000多。哎呀，我的車不要講啊！啊，那個電板壞了哦，那個電板是不少錢的，你知道嗎？也是4、5千塊。啊，算了啦，不過破財消災啦，破財消災，不要緊，不要緊。人最要緊是開心。錢財身外物嘛。最要緊是開心，對不對？對不對？這個友誼值千金。對呀，我們兩個合起來講，這都真要100歲了的，開玩笑。問題啊，我要叫你唱歌，我不知道怎樣唱啊。唱歌不要啦，講幾句話，等下你自己個表演。沒有，我們清唱2句沒有理嘛。OK。我聽說你去邊個教學生？對呀。教了幾十個學生，整100個學生。我在河岸教學生，對呀。哦，合載是嘛？對呀。合載。佢講最多街，合載不是很多街啊？街是滿街都有的啦。現在滿街都是街啊。現在COVID-19沒有街了。沒有街了的。他們該全部打包回去啊！我聽說那個松江啊，上2個禮拜都沒有人哦。沒有人啊！現在誰進去？旅客不能進去的話，泰國仔也沒有錢花。哦。公園沒有什麼做。是啊。對不對？戒嚴，你們看曼谷現在啊，連那夜生活的地方全部 close 關起來了。哎，講老實話，你在合載那邊教唱歌2、3年，有沒有合載老婆？合載老婆是沒有，合載情人是有啦。就很坦白的啦。OK， 對不對？其實我很想訪問你，我聽說你的老婆是那個台灣人的，對不對？對呀。那過去我們就去談了的，結果已經沒有開了。你知道有首歌嗎？我們一起唱啊。對。過去的已經過去，過去的已經過去，過去的。已經過去，過去已經過去，再想他也回不了憶。我跟你講啊，這個謝獎啊，他年輕時候20多歲啊，真的迷死很多人，連印度婆、馬來婆啊、越南妹啊，那時候不流行，中國、台灣妹都死在他手上。越南妹以前我介紹越南新娘的嘛，開玩笑。啊，對，他那時候娶個越南新娘10多萬，沒有1萬多塊。我娶不用錢的，但我不要。你不用錢啊？對呀。他貪你小弟弟會轉彎呢？不知道轉彎不轉彎，他每個都叫我爸爸。哦。因為我做越南新娘的嘛，那個時候，對不對？我做了好幾年呢。我差一點介紹給一個阿平叔，你知道嗎？平叔不要。你介紹那個你要福宇啊，也要吸收那個。福宇現在他要我沒有貨了。哦，沒有貨。福宇他有那邊很多貨，我這本身沒有貨了。沒有那個死人的不要來活的。活的現在他有一個了，跟班啊。行行出狀元啊。對不對？現在我們的阿發哥不錯，對不對？現在你退休了，我知道。我們是已經退休了，是吧？人不可退休啊，一退休沒有朋友了。但是我退休是休。對不對？我是有心不修的，沒有心才修，退而不休。對，不是退而不休，我現在有心嗎？有心，我說還不修嗎？人老心不老。對啦。你還想不直講啊？何止啊？你可以我一樣跟後面的哦。我跟你講，謝江在50多年前，他第一張唱片是我作詞的，他跟我做了2、3張詞，兩三首詞了。那時候我不會寫歌，我亂彈寫的。你記得哪首歌？我們清唱一下。很多幾首廣東歌都是他寫的。
是吧？你还记得什么歌吗？我们清唱一下。我都忘记了。忘记了哦。你什么？我就要听那些片才会记得那旧歌的。你什么冷觉都忘记了？80岁啊，80岁人啊。我只知道那首什么那个昨夜梦中啊。昨夜梦中，花花绿就迎春风。这首歌就是一首台湾歌曲。问题你唱不完嘛？唱不完，真的唱不完。是吧？因为这种歌没有去唱它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这里有改编过《往日旧梦》的广东歌。华语你那个华语你不能那个是广东歌来的，以前我写的嘛。你写的，那时候你写过，我不到广东春花开開多朵美呀又紅啊，像鴛鴦交頸名人那種。那時候我不會，你還記得？但是我很敢詞，很敢詞。我都忘記了，知道嗎？那華語歌你會唱嗎？華語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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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往日舊夢嘛。往日舊夢啊。對呀。春天的花朵開放白又紅，夕陽正雙對對影人中，花從樹蔭下訴情衷，小鳥兒為我把歌頌。我唱中間。想起當年你我的相愛，何嘗不是情意重？你變了心，你有了情人，好夢已成空，相思有何用？如今我重回相思何伴？又重溫往日的舊夢。哎，掌聲鼓勵，掌聲鼓勵。哎，80歲啊！80歲啊，這老家伙還可以啊？還沒有死，還沒有 ，sorry， 差不多要死啊！還沒有死心，還沒有要死不是，還沒有死心，要在歌壇發展。OK， 阿 man， 啊，我跟你講啊，像你這種年紀啊，要很小心。一當你吃完東西，你要戴口罩。對。啊，你跟我不要緊，我是天下安全的。對呀。你知道我的族內張天賜啊，他中了 COVID-19 啊，對，要生要死啊，頭尾啊30多天，什麼喉啊，連前面的喉插5、6條，心臟插，手背插，他差不多要拔掉了，他要死掉了，出來來死了，哎，你死吧，所以我讓執野味咯，最後他沒有死。就半死啊！他半死，真的半死。現在他整身軟沒有力，他拿擋杆了，拿擋杆行路啊，半死哦。對啊，所以像我們這樣子還強壯哦。你看，我們還可以每個禮拜吃爽不要緊，我們還可以到處去開車到處走。哎，你跨州咩？可以沒？啊，跨州沒有跨州嗎？最低限度我們還在雪蘭莪州啊。雪蘭莪州。對。醫生，哇，很多人進來了哦。進來了。你看，700個沒有走，我跟你講。啊。等一下啊，哎呀，我燒掉他的名字，看一下，這樣多人。哎，今晚上天氣涼爽啊，雨後彩虹啊。這個地方不錯，這個風景不錯。我再訪問你，你老婆聽說是台灣的老婆？對呀。她叫葉文麗，洗不了的妹妹。啊，洗不了，她不死掉了了？死掉了，她以前就洗不了呢，是她拍一個連續劇的名字來的，叫《白蛇傳》。《白蛇傳》裡面呢，一個叫做洗不了。哦，洗不了，許仙的兒子了。許仙的兒子啊，他就福建話就叫口尾料。哦，口尾料啊。啊，口尾料，他們台灣人就叫口尾料嘛。或華語就叫洗不了是他的那個藝名來的。哦，藝名，哎，洗不了。想當年他一個月拍幾套片哦。對，因為他那個時候呢，在台灣那個時候呢，很出名呢，有很多黑社會的人呢，要幫他拍電影嘛。如果你不幫我拍一部電影的話呢，我就不跟你出來，什麼都鎖他啊，什麼東西都這樣子。哇，想當年他紅過劉德華，這樣講。比劉德華還紅那個時候，真的在台灣是很紅的。哇，洗不了，我知道他那個樣子又不好看，
但是他就是那个样子，可爱的样子，所以他拍出来的笑片啊，就很流行。那个时候台湾很流行，片子也很好卖。哎，他不好看，他妹妹美吗？他妹妹啊？不美，你要妹不美，不美我怎么起他？对不对？原来许不了的妹妹是你老婆？对，许不了，她真姓名呢叫做不是李俊琼，哎，不是叶铁雄。哦，叶铁雄。叶铁雄，那我那个老婆呢？她妹妹呢？叶文丽。叶文丽，我认识。叶文丽。对。她来海燕登台的时候。对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。在一起，那时候你还没有娶她，那时候你在海燕做什么懒趴经理？不是。我们是做那个节目经理。节目经理。那个是在海燕科技业的时候。哦，来。哇，现在怎么样？你老婆回去台湾了？回了咯，啊，现在到处跑，我也到处走了。这样好咯，像你单身更好咯。跟你一样咯。我那里单身。你没有单身。你是有门。我暂时单身。来，我谢谢讲，来，掌声。OK，Thank you。OK， 谢谢大家。OK， 谢谢你们今天晚上上来看我们的客家歌神张少林的。上网的东西，直播的东西。OK， 我们后会有期，拜拜。下年不可以输不得，下年唔输啊。输人无输定，输定蛮要命个。输人无输定，输定真无面。真无面。OK， 谢谢。唔該睇㗎。OK， 拜拜。哇，老实讲，一边的耳朵啊，真的很难受的。来，全世界最高的女孩子。哇，你看。大家晚上好。我的肩膀都不到啊，人嘛。来飲啤酒喎。哇，有 COVID-19 冇嘅？有啊。有啊，死我呢位大鑊。睇下 ，thank you。幾點啊？哇，太好。那我下一次呢？你知道我在哪里做直播？我在那个小云顶啊，很漂亮。这里看到很少，小云顶呢，看到整个吉隆坡，看到什么敦拉萨最高那个什么building啊，还有双子塔啊，还有吉隆坡塔。但是那个地方太多人了，很多人。我下回在那边做直播。好吉利巴利 ，OK， 我下次在那边做直播。太多人进来了。好了，越来越，你不要讲啊，阿曼，越来越多人。阿爽啊，叫咩啊？刚刚下了雨。这个地方太凉爽了。OK， 唱我的歌 ，OK。我要找我的歌。那天秦勇给我一首音乐，《恨你不回头》。他说：“少哥，你上次唱那个不行，那个装水中的版本不行，你唱我的版本一定可以。”是不是？亲友，你不害我，试试看啊！我试试看，恨你不回头90亿，试试看啊，试试看，90亿啊，90亿。Micro SD card mode。搞手。OK， 今晚整1000个人来来回回，礼拜天嘛，对不对？可能外面的直播不好听，不好看，啊，少年违建没有来啊，啊，违建没有来啦。OK，Kim Thai Up， 老妹阿發 ，OK， 我找老妹阿發 ，OK， 再找找老妹阿發。唱多2首啦，反正我的 YouTube 时间都不够。老妹阿發，
不要啰嗦。让老妹添咗阿花，然後聽住啲拍劇有他，要老師變先差，年紀強強的先不忙追加，那個老妹也唱到花。 甜甜的，我的相思連將下，然後怪啊，結冰無卡，要想在相愛彼此還孤單。然後要望隻笑臉曇花，從來唔學快，前矛亂發，只曉用我暗，要曉用解碼，滿山遍面有啥也冇共怕。 你還要跳舞唱歌學吉他，這是說的本唔愛唱，吵到鋼鍊沙，班呀那寶馬，阿爸都傾動阿爸，年後啦，客家王子衝住乜嘅衝得，讓老妹聽咗阿爸。 然後聽住一班白也胡下，要老師偏先唱，年紀強強的先不忙出街，那個老妹也唱到花，甜甜叫我的相思連唱下，然後怪啊見邊無他，要想在相愛彼此還孤單，你看看啊！ 見人人要見人自然行話，從來唔合快，情無論法。以後用我暗，要有用解碼，滿山嘻嘻流沙也無講怕。以後有跳舞唱歌學吉他，彈琴是識的本唔愛唱，喂，就有鋼鍊沙，班呀那寶馬。 阿爸都聽講阿爸年年後家，謝你，來的路太高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大家支持點樣？唱一首千杯杯冇音樂嘛？我呀最想你，我飲醉心冇醉。 一想當然要多一杯，日日都喝得眼醉，還記得有一回，全國考朋友一定要扮劇咧，好 ，OK， 乜嘢嚟啊 ？OK， 我下次啊，我下次 set。 喂，所以唔記 ，OK， 我下次我前面嘅音樂，全國靠朋友，我係愛太上笑，喜好開心切得自豪。咩，我哋追啲，全國靠朋友啊，前世來笑，是用啊杜叫，命生都冇夠超。 身邊的多朋友，錢多錢少，事事的不計較，人快人下，大家都知道。阿嫂個後唱22歲後生歌，做上年呢，笑一笑10年少，每日笑咪開心咯，啱嘛？有咩煩惱？有煩惱，你冇相比，好。 錢多錢少捐就好，茶快茶好，行得就好。老婆呢多冇用，一集就好。係咁講啊，演仔歌 OK， 唱係演仔歌 OK。哦，我冇上到演仔歌啊，前面講我上沙啦，唱係演仔歌，噔56啊 ，Let me 56，OK，Go。
OK go。从太阳来见，欢笑一支烟，快乐过10千万千。是饱饭冒烟在的水面，饮茶饮了啤酒当油烟。市面上许多烟啊，开始宣传广告店，庆祝的最新的高龄好汉，马波罗win真的悠看，我们35，高飞的皮特蓝的烟，莫有人从单日之前，老变成站左右岸边，冒险最寒冬见烽烟 ，Yeah， Yes， 真假？快乐过10千万千，微信爆发冒烟在的水面，饮茶饮啤酒当油烟，市面上许多烟，开始宣传广告店，听说的最新的高龄好汉，马波罗win真的悠看，我们35，高飞的皮特蓝的烟，总是新鲜的最后出现。含把人天下唱一首唱歌，冒险最寒冬见烽烟。掌声鼓励。All right. Okay. Thank you very much.